的唔知讲强亮的声音，嘛，你看得出来，根本看不出来。但真正我出去应该以为是对，根本看不出来。对，前几天出去那个遛狗，然后那个有一个阿公就说，你是生3个小朋友吧？就把我当成他的小朋友。皱纹要检查，看起来真的很童颜啊。感谢谢继国老师嘉义国先生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有带我们出去旅行啊，5届，对，安好啊，你离行安好，在旅游这一路上呢，就大家勤奋心，对，就感谢嘉义国先生对你推了，对。老热大擂台，老热降下來。今日俺要講特別主題啦，有啥主題？主題很乜解呢？欣賞什麼嘢？我感謝欣賞嘅，做嘛感謝欣賞對，一生當中講真的，按做的爹沙 V 有乜嘅歷練，從些欣賞嘅灌溉，他們滋養我們，對，讓我們學習到很多。對嘛，我們才能夠後來長大以後才能夠在社會上學習，對不對？不過你突然說嚴肅的話，我都立正。我這很嚴肅嗎？就是很認真啊，青音子。真的啊。對啊。因為想必你對老師有很多感謝。沒有。對呀，哈。冇啦，你喺講笑嘅啦，講實在話嘅老師現在尤其任重而道遠，他欣賞嘅那個責任還更大。真的，尤其現在少子化。是，好，來。今天我們有邀請到離開嘅歌手，之前他來參加過節目嘅歌手，優秀嘅歌手分享到，分享佢啊到這一生當中，讀到嘅欣賞啊，有乜難忘嘅欣賞啊，我留佢同佢哋講乜發，會乜神奇嘅問題啊，對啊，當然我們今天不是比賽，沒有評分，但是也沒有遊唱的，對，因為要感謝老師，就要請老師來嘛，對，尊重的老師，對，尊重老師。好了，第一位，第3位欣賞，啟志斌欣賞，尤少奇欣賞。來有唱 TVB 參賽朋友 ，TV 係李文軒帶來幾種法。好，來彈個啦。菜家鄉，看到一蕊拍拍將將嘅花，一蕊花，看伊來處處人家的一枝茶，打坐在天然山崖，按不頭有盡都愛嘅我，嘅蕊花，係阿鋪頭那當嘅幾種花，幾種花。讓一頭浪那天空春風茶，關到那一杯，心關情在心頭暖記記着，一種花，你款待明影發用怪茶，帶蕊花，萬水用昆崙輕輕馬上，一種花。心做到你頭恰恰，一種花，
变了另外一个人的文心，很美，真的哇，真的完全就是 model 了哈。嘿啊，你跟我老婆很像哎，真的，还真的有点像哈。很高。哦，有一点点，对，那个感觉。哦，是哦，让你回到初恋的感觉。还好。如果让我重新再选择的话，好好说话，我还是会选我老婆。好棒哦！这句话比刚刚还要紧张呢。没有他，今天一把冷汗，没有他，真的我今天没有这个家，对。哦，今天文云两条狗尾是有一个对象，一个老师要送给他，是不是？对，就是婷婷老师，对大家很熟悉的陈婷婷老师。对，为什么？因为他是我来台北的第一个歌唱老师。我原本我是没有老师，我都是自学。然后有一次是在一个歌唱比赛上面，看到他，我觉得他表现非常非常好，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对，然后就是我想要去找他，问他有没有在教学，或者是他给哪个老师学这样。结果没想到他是在就是自己在教课。我第一次看到文心的时候，就有介绍说他是跟婷婷学唱歌。哦，你是因为看到婷婷的那个身材跟你，也不是歌艺哦，不是看到他身材啊。哦，所以婷婷老师对你影响很大，是吧？歌唱这一条路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今天选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听到他唱的客家歌。对，就是印象非常那个深刻。可是我比赛刚好都没有拿这首出来。真的。对，今天就是特别，就刚好也是在讲他的故事，就把它拿出来了。讲婷婷的故事吗？对，还是他怎么了？他还好啊，他现在还在。他现在非常好了，只是前阵子就是他住院，遇到一个人生很大的关卡。他也有说那时候好多学生去帮他筹措医药费，他觉得很感动。我也是其中一个。对，他就是脑出血，对，整个昏迷在医院里面。对，但现在就是非常正常一个人。所以你有出到钱就对。有走过这个很艰难的关卡。因为你看听说你上来台北的时候，那时候经济能力也比较不是那么的好。对，就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刚上来台北的时候，经济能力也不是很好。那他就是。我就常常跟他见面，他就会请我吃饭，然后他有任何场子都会带我去这样子。你看，他那这样他真的很大气，对啊，他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他还要请你吃饭。不过他学生也蛮多的啦，刚好一个因缘际会啦，刚好我有空，我很闲，我就跟他一起出去这样子。那他现在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吗？他一直都看着我成长，看着我变胖，看着我变瘦。那他都没有一些那个反思。没有，他现在刚复原而已，他需要一些体力嘛，让他好好修复一下。对。对啊，对不对？对啊，他慢慢的就恢复到健康的身体就好了。对啊，大家开心就好。真的，他不容易啦，一个细毛人哈，一3年这样离乡背景来都台湾大标，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所以我们要大家多多给他支持鼓励啊。罗哥，你要多支持他。是。对，让他出唱片。好。你多拿一些那个猪排给他吃，让他补充一下他吃素，对，他吃素，对啊。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婷婷说？借由今天这个主题，我们会转告给他，可以叫他收看这一集。好，就是婷婷老师，我非常谢谢你在台北这几年你的陪伴，你陪我的成长。那因为我的兴趣，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唱歌。那你在我这一部分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这样引导你，对，引导我这样唱歌，对，带领我走到非常多的场子，认识很多人，对，开导我，而且带你进入不同语言的领域啊，对不对？你要根本没客家人啊，而且我们两个都不会讲客家话，就把带进来，对啊，但是他把你带到这个客家，对我还是非常谢谢他，没有他，我今天根本不会站在这里。好，真的。我们先听这位老师，唱张伟先生。人生當貼片人生當中有一集唱欣賞，又唱朋友，反而講亦師亦友的好朋友，你係當難的。特別係
亮啥又相记吗？你现在听得懂客语吗？还是多多少少听得懂？多多少少。好，那我就穿插喽。我说有个亦师亦友的朋友，然后又像姐妹，接的看底的面。我是亦正亦邪的。哦，对对对。然后那吉娜是亦胖亦瘦。你看也不错，你看你又在霸凌人家，你看。对不起，我没有霸凌。我留下你看你现在正面，你侧面看看，你侧面你转侧面。我不要，拜托了，你很瘦，你看亦瘦，打过来。好了，开玩笑，1.5倍乘以1.5，很棒很棒。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一个亦师亦友，再加上接看几两啥的面熟，吃饭呀后啦，之后懂得事情然后特别黑。我在看维新有一阵子比较低潮的时候，其实婷婷都一直在他旁边鼓励着他。我觉得人生中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够了，真的就够了。然后真的来给唱歌诶，因为我的印象当中，以前文心唱歌他就可能比较紧张，比较声音比较小心一点，所以他唱歌有时候会太在意自己要表现的东西。那现在可能没比赛，佢都变得动轻松。我还记得上拜给了6样的时间，佢讲我当久没唱歌，我好久没有唱歌了，所以我让我自己好像有一点点重新再 restart， 或是忘记过去唱歌的感觉。我觉得你今天做得非常好，因为基种法其实感情当中唱歌的出来也简单，就是这首歌的感情本身就很浓厚，你把歌意还有唱歌的感觉回到那个最初，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变得非常的单纯跟非常的诚恳。有一件事情啊，鼓励你，就讲可能你变瘦了，我觉得气要再练一下，可能你的气会比你之前来的稍稍不足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可以调整的，因为你有在运动。然后我很期待你每一次来这舞台演出，就像老师说的，好像你每一次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看到你之后的样子，这是客家没有的声音，我觉得很棒。加油！很棒，好，希望你的继续的加油，把客家歌好学好，对啊，有机会来节目当中再唱给大家听，也可以跟婷婷一起啊，主歌重唱出道之类的。好，期待，我会跟他说。OK， 好，谢谢，谢谢，回头休息一下，好。真的，我跟现在这样侧脸这样看，越看越像我老婆，是不是？真的有点像哎。那表示以后文心也很有福气。是，来杀下来，杀来法神带来爱转来嘞。等下。懂一个就是我。你那个干妈是不是？是前2个礼拜去拍不务正业的时候，然后回来车程回来的时候，有遇到他？不是遇到他，我是在高速公路的看板看到他。T 坝有他是不是？他是卖什么的？他是做什么？他没有卖，他是打广告自己的唱片。哇！打唱片哦。对，就打自己的唱片。对。你到底什么时候介绍干妈的？来歌声，其中的歌声，又眼霜也又了了，山山奇奇传引来心歌，黑马鸣从山歌，俺就无谈多的山歌，天上天都爱心风。只因爱飞向给方向，爱转来泪，爱给故乡，演演就皮都无千几百乡，路无走，无通风，在故乡。爱转来泪，爱给故乡，盼得头蒙蒙的野娘，转无卡。行后不再流浪。清风传来歌声，其中的歌声。
有眼霜也有了了，双双记记传入爱心波，希望迎从山歌，安求无通过的山歌，天上天都爱心波。只因爱飞向假方向，爱转来来，爱假故乡，演演手配都无前几百乡，路无踪，无通风，在故乡。爱转来来，爱假故乡，盼地头蒙蒙的夜阳，转无卡。行后不再流浪。来转来嘞！我你去搞这，你这个哎，唔系呢，那个是今年都会那个苗栗县政府它一个舞蹈比赛的指定歌曲，对对，所以我配唱哎。配唱哦，对对对，主唱哦，所以很冲哎就冲。所以你今天算来打歌子唱哎？没请后啊，没请后啊，黄养他就要来打歌。对对对，那是不是思玲写的词啦？对，林思玲。哦，哎，对他写的词，然后就是跟政府一起配合的歌曲，哎呀啊，这首歌我觉得很不错，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对对，轻松啊，很阳光，就会让人想要回到苗栗这样，对，很多歌就想要回去苗栗行庆，我只想回去苗栗吃东西而已，对啊，背后啊，你本身这个还欣赏，对啊，对啊，还要来分享对你影响很深的老师，对啊，哦对啊，讲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想到来台口个时节一个会计老师哦，嘿，然后这个老师我觉得他很亲切，可是呢，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要主修会计，但是对我们就是高中生上来的人来讲，这个会计就已经有一定的难度的。那老师像天书这样，对，老师又选了原文，中文都不会过来读原文嘞。这我了解，我了解。因为很多高职生他有一定程度，他有学过，我们零程度的就真的很难。每次像期中考就考个10分20分这样，我想说一定会被当掉。那还不错啊。后来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华视在举办那个校园歌喉战，那时候在校园里面挑校园歌手这样子。嘿，然后那时候你有被选中去比赛，嘿，然后进决赛之后就有机会跟那时候那个小松老师跟小博老师，对他们当评审，他们来学校。柯老师就很开心，当天他就不回家煮饭，就直接留下来看录影。他是我们的粉丝就对了，他就留下来录影。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女老师。女老师。对，然后呢，唱完的当下他就疯狂尖叫以外，然后都顺势的把他 Q 上来，因为他非常喜欢小松老师。哦。对，然后他们就获得一个拥抱之后，我那一次我的会计就还比其他人还要高分过。哇，还可以这样。哇，老师啊，对啊，我怎么都没有遇过这种老师。对啊，这不算贿赂嘛？这不算嘛？这就是贿赂吧？不算吧？因为没有你可能遇到字特别工整，老师给你加分。对，我在后面写说老师谢谢你给我过。对对对，你只是顺势，然后做个这种顺水人情，借花献佛一下就猛招。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老师需要感谢。这你要谢谢。但这个我觉得包小松老师吧，真评真评，真的，对啊。然后每个阶段老师要感谢，那我觉得这个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他是因为歌唱，所以很多的连接，就帮老师圆梦了。对啊，对。故事我就有机会现在在教歌唱，所以刚好有机会回去学校一起帮忙，所以呢，说感谢老师那时候给我过，我就还有更多的机会来付出念会计再一次这样。哎呀，非常的开心，恭喜你，这种顺，值得谢谢这位老师，真的真给。好的，谢谢了啊。好嘞，冲起来，抢师飞请上。华生，要说国外很切个主题曲嘛，就是你算是主唱了，对不对？头发糖，我觉得很棒就是因为两个上线播上入档量，所以来唱完那部曲来看的方法，知道我觉得很蛮适合的哈，就是
因为现在我们在宣传客家歌曲啊，有两种方式，可能是下来新歌的，哈，咱个都配合到舞蹈，所以安尼方式来宣传啊，对各县市来讲，我知道以后的方法，以后的方法，所以讲，因为亚述歌我很自己唱嘛，所以你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应该说是滚瓜烂熟才对了哈。对啊，刚刚他可能听他唱好熟对，已经滚瓜烂熟了，所以剩下的我们可能要我们做一个意见交流是什么？可能就会讲，因为给他不 Q， 所以可能你身体的律动，对，跟这个音乐的本身，它可能力道会显得有点不够。这律动当然是就在平常时可能，你把跳舞或者是那种感觉，糖豆嘛该后堂的引高的舞曲，就随着身体这样子，让它慢慢的摇摆啦，让身体放松，可能它也是一个训练的一种。不是讲一定要请嘛该舞蹈老师，我觉得，因为他必须要去内化到你对这个音乐音符的律动，还有音符的旋律的感觉，尤其是那个节奏感，还没有搭配到，还有感受到给上而产生的那种动力那种感觉，传到心里面，你身体就会甜的让你跳。它不需要什么很规则的那种舞蹈训练，不是？对，可以再深一点，我觉得。安之森，好，安之森，对，要当一个唱跳歌手真的没有很难，好不好？能唱不能跳，能跳不能唱。对啊，罗哥也练得很勤，这样。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为了这个跳舞，看到罗哥，对啊，已经同手同脚很多年了。我这个智障了，对啊，好难哦。好，加油加油！感谢宝哥，谢谢。沙哈来，沙情開水打雷，難下啲茶。思念故鄉的愛人，想要陪在你身邊。將彼到故鄉家鄉，三更半夜睡茫茫，想問你過得好嗎？當你講就心慌，一匹差點就落。花光一盤木子跌落兩山河，漂流在思念的河。難下的差帶愛傳奇看心愛的你，思念的傷心綿綿講不出的心情，雖然還能變多出名挑剔。眼淚歸順真當時，難下的車飛在空中，就一點流星，飛過都市，飛過殘花，飛過月光暝，用台語甲客語唱出心情，要回來你身邊。用溫柔的戀歌唱出心情，要回來你身邊，陪伴在你身邊。太对，可惜哦。
好，听说唐公今天唱那条歌好像是有一个故事是吧？对，才会特别选这一首歌。对，我听到这首歌第一个反应就是，它里面有闽南语歌曲，对，就是还蛮适合我的，蛮适合你的，真的。对，然后再就是因为南下嘛，以前我在比赛，我是全省比赛，全国，然后以前没有开车，也没有车子的时候，我都舟车劳顿，就坐车，而且我当天就回去了。不管到高雄、屏东都一样，我当天就回去。对，对，那不是很累？很辛苦。那如果没有车的话怎么办？对，就当天来还是会有车了，对，什么阿罗哈什么，我们可能就是会客运之类的，也比较就是之前会做好功课。比如说知道会来不及，可能就你帮我领奖，我就先回去了。就是这样。所以，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一位老师，他非常的好，他就是评审其中的评审老师，然后他评过很多次，然后后来发现，我好像都。他知道我都是这样跑下来、跑上去，那老师就住在高雄，对。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去。如果就是有下来比赛的话，就到他们家去。那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夫妻夫妻对，老师跟师母，对他们两个刚好都是评审，是，对，然后当时也是蛮欣赏我的歌声所以就是有聊天聊到知道，然后就是只要我到南部，他就让我去他家住，就很照顾你，就然后要收钱吗？不用，对，而且我们每次去到他家，他已经准备好吃的给我，真的。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隔天早上起来，他已经准备好早餐，照顾的妥妥。哎呦，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师？真的很好，惜才啊，我觉得会舍不得他们这样太累。哎呦，那老师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很照顾后进。两位夫妻老师都很好，对啊，所以真的很谢谢。还有跟他联络？有，一直都有。对，这样照顾我们才可以开睡有今天这样子。对，我还以为你说你要感谢，因为我有一次你那个干妈是不是？是。有一次一起来出唱片那个干妈。对。对啊，我有一次从南部前2个礼拜去拍不务正业的时候，然后回来车程回来的时候，有遇到他？不是遇到他，我是在高速公路的看板看到他。T 坝有他是不是？他是卖什么的？他是做什么？他没有卖，他是打广告自己的唱片。哇！打唱片哦。对，就打自己的唱片。对。真的还假的？好霸气哦！对，他就是希望他做的都跟人家不一样。他已经在筹备，现在在筹备下一张唱片。对，那他这张唱片的方式就是用微电影来拍。2首歌拍一个微电影，2首歌拍一个微电影。你到底什么时候介绍干妈？真的，对啊，我还以为他是在卖什么化妆品还是没有，对，真好，这种干妈真要多认识很有梦想的干妈。好，来，棕色的，蛤蟆老师。凯瑞这个我有发现，就是慢慢的这几年一直。我大概认识你，可能有超过10年，在比赛开始到现在，有10年了。对，我也发现一次你都在自我挑战的进步。自我挑战。那我自己有感觉，就这几年你唱的客语咬字越来越标准了。越来越标准了那闽南语的唱功当然是更进步了嘛但我这有几个小小的地方的建议一下，就是，因为你闽南语你唱的时候咬那个中低频特别重。看那稳较重了那有时候这客语可能没有办法像你压得那么重。我们客家话就是视线的是往下没有错，但是因为你闽南语为了倒韵的时候，所以你会压低频、压下胸比较重。但是你虽然我们客语的视线的每一字歌都往下的时候，但是你在压的过程当中会压比较重，压比较重的结果会把它那个字被压断了，会变得每一句要这样断掉。反正你闽南语不会，闽南语你在压下去的时候，你会弹上来再去唱，等于是推韵。但是客语变得你担心咬字不标准，所以它会这样一直断的感觉。但是如果说你把它这个语音把它连起来，让它不要那么断的话，你客语又会更上一层楼。客语更上一层楼。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建议就是说，有一些歌可以选比较轻一点的。你可以尝试，因为你现在在中低频咬得特别重，尤其唱闽南语的部分呢，你的唱功很了得，很不错。那毕竟征战，他得了，我知道有得100-200个冠军了。全台湾应该有超过快200个冠军有，各大有
300座奖杯，300。几年前我印象中有200，超过200了。对，所以唱功这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个凯瑞也要预祝你这个在未来的我们客家。也帮我们客家多宣传哈，那我觉得你唱功不错，而且在各大比赛认识那么多人。你听说你最近也有发单曲，也有跟人家合唱嘛？去年哈，听说今年又要发这个合唱的。是干妈先发，我们刚才帮他拍完古装的微电影。我觉得他们现在都有这个计划是非常好，而且跟过去的这个企图心更强了哈。那预祝你在未来的歌坛上面有一番的这个成就。也希望说将来哈都有机会的话，就帮我们多介绍客家歌，好不好？好，感谢你，谢谢。所以他说将来有机会帮我们多介绍干妈。这个也需要了，也需要。没有啦，对啊，多带干妈来。快所以就要给七家啦，七家嘅实力啦，公司采访。你多带干妈来，你不用来没关系。好了，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你的熟悉度没有那么熟，可能练得不够。对啊，你再练熟一点，唱起来会有不一样的味道。甜蜜西味道就不一样了。是，好不好？好，谢谢。是门口水，谢谢。好，沙哈老爷。宋家珍带来广景西路。来。可能唔知讲重量的声音，马云可能除了根本看不出来。跟曾总出去应该以为是带你哦，对，前几天没有啦，带妹妹。前几天出去那个遛狗，然后那个有一个阿公就说：“你是生3个小朋友吗？”就把我当成他的小朋友。公司采访要检查，看起来真的很童颜呐。公司采访真厉害。
李玟来了。李玟，哎呦，李玟唱客家歌，他拍谁啊？他嘎谁么？其他他嘎演，他嘎谁么？你是上个礼拜我说你穿那一套太成熟了，然后现在就回复你的年纪啊，是的，爱嘞，瞪一下。对呀，对呀，常这样穿很可爱。对，好像那个大同宝宝。大同宝宝不是戴那个橄榄球帽吗？这样子。对呀，哎呦，很可爱。今天唱这首歌。哎，又不一样的味道呢。你冲到调歌会会调整几个冲腔，会去调整他的唱腔。对啊，很棒哎。今天的这首歌是要给唱歌老师听的吗？不是，没有，不是，是给我的主修老师，我的法国号老师。因为你是吹法国号，对我学了8年了。你还会吹哎？吹法国号中气要很十足哎，要循环换气不是吗？对，难怪要唱歌气那么足。对，我看你嘴巴翘翘的这样，对，可能就是吹出来的。不是啊，我天生就那么翘，是吗？不是吹出来的。可是我是法国号，他都那么大了，哪会因为吹法国号嘴巴翘？有一些人是因为小时候吃奶嘴，对，翘翘的。我妈嘴巴也很翘。不是因为吹喇叭吹到翘出来。法国号，对。吹法国号吹到翘出来。他都以为是同一种东西。法国号老师不叫喇叭吗？我请问你，算是喇叭的一种啦。对嘛？对，是。对不起，我没尝试。为什么要献给他？因为他教了我8年，然后我们的关系就像朋友，不像是师徒。然后之前有一次，就是我唯一让他对我生气，然后发飙的，就是我在国1的时候，参加了那个全国的音乐比赛，然后是法国号的，是，然后是独奏，然后那时候因为是第一次比赛嘛，然后就很紧张，然后所以就一直在台下一直吹奏，一直练习，吹奏，一直练习，然后就上台之后就没有嘴力，然后因为是全国性的比赛，所以都会有老师的名字在上面，所以他就觉得说平常就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上台，结果是练习过度的关系，对，然后结果是倒数第3名。倒数第3名啊！对，然后之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讲，然后跟我说，就是他大骂我，然后骂到，然后我就直接眼泪直接啪这样下来的。然后之后我就是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做给他看。所以我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就有考到就是高中音乐班的第3志愿，然后像这次考大学也是前3志愿的大学音乐系。都是因为法国号，哇，很棒。对，老师很欣慰。就是我们对他很可爱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像朋友，所以我们都会常约出去看电影，然后出去玩。对，然后有时候他像妈妈，有时候我像他妈。哎呦，因为他不会煮饭。他可以把他家里的厨房烧起来，哇！他连煎颗蛋都可以煎到烧焦，全心全意在音乐上面，对，生活上就是个。最好不要跟他当邻居，有点危险，真的危险。难怪也蛮需要被照顾的。是。然后现在还有联络了啊？有，还是很好的姐妹。对，大学我还要再跟他学习4年。还是他也是我老师在大学里面任教就对，对，很有缘，真的很有缘真的很厉害。那个有这样的老师好棒，是啊，而且学习吹奏乐器，真的那个肺活量会变大，其实对你的唱歌也是有帮助。还有那个训练的方式也是，因为要那个循环换气，其实很难哎。真的，好，来，冲特来，唱这位欣赏。这位老师刚刚好认真的在欣赏你唱歌，我真的很认真。我知道啊，天上高数这件事情哈，我之后我很羡慕，就是有些人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有一点就是像罗哥刚刚有讲的，就是你什么歌都会唱，什么都游刃有余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我当时时间去有看到几啲民视的比赛，我当时吃了讲，哇，这小女生好厉害哦！没想到做在啲脑也看到佢，我没生也看佢些比赛都厉害。我觉得你最棒的就是你真的唱歌的成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就是你其实丢出去，你在任何比赛里面都一定会被注意到。他可以把所有的歌都驾驭得很好，然后变成自己的。你看你今天的 R&B， 我觉得我认真说起来，就这样来说，它是 live 的演出，它甚至没有合音，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东西，你其实是无懈可击。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觉得很骄傲。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家珍她少了一点点那个自信。然后我一直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少了一点点自信。你自己要去找回这个东西。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现在的稳定度是非常好的。然后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很多歌在唱的时候，你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把过去的那些技巧，还有一些你固定在你自己身上那些可能比赛或练唱的时候有的那种制式，你要慢慢把它丢掉。你唐爱生来意思哈，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就是你这样子，像今天这样，我就觉得很适合他。他什么歌，即使是成熟的歌，到你今天这样，不管是装扮或唱歌来讲，是很适合你的，就不会像。罗哥虽然是开玩笑，可是别人看会觉得说，你上次穿的好像是跟人家敬礼什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要慢慢丢回到你自己身上，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一定要强烈建议你，你既然是音乐班，你学音乐的，你一听做的有你这个音乐的细胞跟感觉，请你开始创作。我希望接下来拍下来唱宋家珍的歌曲，就是变成你也是我们客家的标杆之一。就像你会唱吉娜的歌，你会唱谁的歌，以后我们可以唱你的歌，加油！好，对，你不管你要创作客语的也好，对，或是台语，或是国语，你都要找出自己的味道。可以多方尝试啊，因为作为一个艺人的话，各种艺术方面的呈现都可以试试看。对，做创作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啊，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刚刚那种 R&B 的这种东西可以唱得这么细腻，是吧？就是它很融入在里面。就琼条啊跟赵比欣赏公，他其实唱得很满诶。对啊，对啊，努力，好不好？好，做给大家看，继续精进。好，不要辜负这位老师的一片好意哈。OK， 好，谢谢家珍，压力好大。好来，撒下来。好，撒落去整理领带落把带。哦，嘿，对。穿着野爱子见离情，把带重重变重新，变出推推情感爱专心，客家花布走东山，杂风zan影梦字莫出讲。来加披天昏地度，爱子也不是假，把呀把，
自在人，当初都在该人生。什么会噶？你们这90后，90后。哦，你今天唱这首歌哈，真的唱得比曾仲伟还好。原唱还好是不是？真的。以后原唱不用出来了。不用出来了。老婆出来代言就好了。我来 sell 啦。也是唱的各有味道。真的，今天这个歌真的很进入情绪。我跟俩礼拜冲的狗味都是跟亲情很有关系。对，就是父母心啊，有。不是，爸爸冲了啊，没冲正。是创作者就是这样子。你在那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写出来的歌曲都很负面。这是负面吗？这不是很温馨？就是说你在很温馨这种家庭，然后生了2个小宝贝，那种亲情的那种但其实今天写出来的歌曲就会。今天不是要送给我家的宝贝不是哦，你送把单没有送本给？是要感谢就是谢启国老师。对啊，我们今天的重点谢启国老师。谢启国老师他从小背你到大，把你手把手养大，是不是？不是，就其实从小啊，我就是跟谢老师就是到处去表演，就是从小跟他学唱山歌，然后矮演的大鼓，然后呢就会因为接触到客家文化，所以呢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班导师常常就是派我出去，就是演讲比赛，对，然后就是之后也有跟谢老师还有赖碧霞老师到处去表演，对，那可以看一下照片，就是这个是去那个养老院，你是谁？你是哪一个？我是左边粉红色的那个，可爱。你没有差很多真的，而且你跟你儿子好像真的，那果然是我生的没错。对，其实我觉得掐醒桑真的是很有爱心，然后他也是一位非常孝顺的老师。对，因为就刚刚的那个养老院的照片，就是其实他妈妈是住在那边，就是每次有空的时候，他都会就是约他的学生啊那些去演出给养老院的长辈们。对，带了娱乐本那个的录音。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做爱心就是其实心情蛮好的，因为可以帮助到大家。对。你还矮演呢，嘿。佢咋个唔系啊？跳前给比。刚才老赖先生还有掐先生去巡回表演的那个照片，就是周3个菜茶去嘅时间。赖碧霞先生啊，哇，佢多年前嚟嘅。應該係過少3-4年前，沒有10公年。10年前，人家就沒有長大哦。因為我覺得我是小時候長比較快，然後後面就長不高了。你國小就沒長了，是不是？所以佢是接觸嘅係。就係因為恰起過欣賞，聽得起好。係傳統歌曲。錯。哎呦。也山歌啊，演的都傳統的東西。對，然後有一次就是發生，就是小時候啊，因為跟謝老師還有歌唱班的同學去3天2夜的旅遊，然後結果隔天啊，因為就是要上課，然後因為玩得太開心了，就是不想去上課。然後後來就是媽媽又打電話給謝老師來安撫我的情緒，這樣對，叫我乖乖去上課，就以後還可以出去玩。真的，對啊，你要守規矩啊，對。謝啟國老師比較像你爸爸，比媽媽還講的話還有用。就其實謝老師就像我的家人一樣，就像是就是結婚的時候，老師也有特別來現場為我和仲偉這樣祝福，祝福你們。對。然後他還常常就是跟仲偉講說要教他怎麼上18摸。為什麼特別是這首歌？18摸，增進情趣嗎？其實常常就是喜歡開玩笑的。教你如何18摸你這樣。你跟老師講說，我小孩都2個了。對啊，其實不用了。他已經180摸我都可以了，18摸太小看我了。180摸。對啊。對啊。啟國老師說我長大了。對啊，他長得說啟國老師是一個那種很溫暖。對，就是搞笑又神奇尊敬的老師。對，尤其會鼓勵給後進，他很會鼓勵晚輩，很令人尊敬。他也不跟人家都不爭不搶。對啊，他就是做自己，好好的發揚客家文化。尊敬呢，今後嘅一筆欣賞。好，來，從頭。我們也請一位好老師實力欣賞。好。依年，其實喺你看得翻安東嘅下來，應該講我一定要去看電影嚟睇嚇，從細看電影嚟睇。雖然講謝啟國老師同賴碧霞老師應該過較早，不過呢都有下係知道係唔熟悉人嘅人。
可能唔知讲重量的声音，妈，你可能除了根本看不出来。跟曾仲伟出去应该以为是对，根本看哦对，前几天带妹妹，带妹妹，前几天出去那个遛狗，然后那个有一个阿公就说，哎。你是生3个小朋友吗？就把我当成他的小朋友。仲伟要检讨，看起来真的很童颜呐，公司采访。真紧系，因为把带。还记得伊人几年起来有一个合集，拄好拄迄老仲伟共下合集，来数社报呀，国家亚数把带，跟上是美丽新民谣的时间，所以亚数各位我去甲糖都主动感通，啊不过迄用刚年纪来看，还迄懂些小女孩，啊不过亚哈你自己生了2个宝宝，金碧糖亚数各位就是不一样的味道，它整个就像听起来就真紧迄一个阿妹米头掉出来，还一个心情出来。那种感觉是被画在内心里面去。不过有董神切梯缝，黑讲我这是一个交流啦哈，就知道董神切梯缝，你黑讲吸烟的吗？黑讲吸烟，伊讲喝就臭嘛，仲伟讲喝就喝，这个就是在这边比较巧妙的地方，因为讲吸烟，我觉得吸烟我讲喝就真紧较难。啊，有上是佢出现咧，人讲嘅开口真嘅无重要哈，所以咬转去嗰種絲嘅感覺真嘅無重要。所以但是因為亮公婆啊，知道。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就是2个试试看啊，从吸烟强啊，从回流强，某空用来把带，可能有某空用咪吸，我觉得蛮棒的，祝福你们了哈，谢谢，要不要生第3个再慢慢说？好，请韩老师补充一下。其實咧今年哈，你客家嘅咧歌數越來越多哈，就新生代的诠釋的感覺都冇同樣哈。但就是上一集啦，第一啦，就很多的国术的赏线都越来越多元化哈。他们以声线来去分辨，然后其实过去的主流媒体它还有分类一种，就是你是唱什么风格歌的人。你看完了，比如说那苦情王子，比如说罗哥以前大牛时代唱的那个风格的歌，那我们到现在俩哈因为哈嘎给。事实上，还蛮踏入所谓的商业市场机制的一个风格。那依林刚刚好我这上次听到你唱，然后今天唱了，我感觉你嗓底包有那个温暖。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风格，那种温暖就是你用好唔来，应该是你的生活环境跟你现在处的那环境底包有没有？我觉得你可以去收集相关的类似小孩子的歌曲，类似按原感觉的主题的东西。以后你的声线走这个方向的话，很可能走出自己一条路。因为配演唱的时间哈，他不见得能感受。这不是说一定是唱歌非常好听，或是非常有唱歌技巧，或是声音很棒，没按容易，是他声音里面透露真诚的感情。你还懂 TP 嘞？你也懂得在国术在冲国的时候，一直想要模仿，或是把很好的感情你尝试标到可以底拍嘛？你发现反而有一点模按真诚。一定我觉得那前几年有唐你冲国的哈，事实上不见得就是说现在的功力不见得比以前有好多少，但是我发现你现在唱歌更自然。谢谢老师。你懂冲业，因为国术都黑白哈。已经讲的不是唱歌技巧了，所以你人生的感受，所以我刚过，你要懂难的。我今天发现，你告诉我你以后属于是属你是不是什么是属？你以后有机会表演行列风格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是你很不错的一个风格，而且会特别突出。好不好？好，给你一个建议是吗？按自己揣摩看看了哈。好。身份不一样，他情感面也不一样了。对啊，好，经历不同了，对。对，好 ，OK， 谢谢你，谢谢多休息哈。谢谢基国老师嘉义国先生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有带我们出去旅行啊，古界对，安后一里行安后，在旅游这一路上呢，就大家请放心，对，就跟嘉义国先生不能去聊一样，对。
哎，安尼传统组的 TVK 吧，用用迄欣赏什么嘢？对，就他个演唱一条各位显本自家做好上嘅时节嘅欣赏。哦，对，今日没比赛哈，但还没有有唱到评审欣赏。好，来到安尼节目中，他个建议哈，来有唱 TV， 温馨九欣赏，录音欣赏，陈秀峰欣赏。三立欣赏，对，我上还没青豆呢。哦，真的没桃李满天下。对，没错。对啊，当然每个老师都很用心的在教导学生们。大师公的烟囱的发唱不完了，真的，青豆上，真的哈。所以呀，马上的进行今日特别计划哈。哎呀 ，TVB 有唱到的嘿。嘿，义珍带来落山歌。来，唱歌啦。义珍最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来嘞，对，嘿，欢迎。今日感谢欣赏，迄人目前的欣赏，迄头牌欣赏。哦，免爱小好个欣赏，小好嘅欣赏，做上嘅时节嘅欣赏。哇，个时间当久的难记的哈，有啊。我发生乜故事？记神人用嘅，记神人哦。哎呀，小好嘅时间记得多，记得多。小好嘅同学，一好都。700號嘅名嘅，我全部對會到。真嘅啊，真嘅呢？呀，還冇唔記得。真嘅。呀，還記得。也未出來。唔記啊，我做乜嘅？我要記住。就冇辦法，咁不用記啦。他咪老嘢吼，老人痴呆做咩咩樣嘅東西。做得咯，訓練一下自家，嘅條。哦，班同學會嘅話，專門係主班啊。還有難怪。錯。全部唔做壽司，哦，佢記起來有嘛？有嘛家長呀嘛個？冇用嘅呀，做腦力激盪。哦。做做的。去同學會話就講，你記得好唔掂喎，係咪？哎呦，自家都唔掂啊！講社會啦，親力會啊，兩樣衝來就是提人望名，提筆望詞。所以老師有特別很鼓勵的。係啊，發生乜故事不難記得。講鼓勵，因為細細個咪1000年嘛。有擺去參加嘅書法比賽，佢有隻同學佢冇帶書法用具。哦。啊！佢先生有特別識嗰隻同學，啊嗌佢牛咩？佢喺我講嘢，佢加本記。哎呦！係啊，佢嗌生意上講，那搶嗌比嗌兩三搶嗌比賽嗌東西加本，我起碼冇帶錢號嗌做做的。對啊，係啊，係啊，佢先生都懂錢啊，就馬生意嚟啊。講誒那樣按模量啦，誒做嘛唔加記。
哎呦，细细都按有主见哦。哦，系哦。有上面细细。真嘅啊，真嘅。先生用講佢就不講，我都冇關係啊。做那個拗啊，我都話片馬我去加本記，佢自己唔會帶嘅。啊，嗰啲誒畢業卡，我已經5年前嘅先生，6年前畢業卡，佢就寫嘅畢業紀念冊，後邊有個詞句嘛，叫佢送，天上係送給那個鵬程萬里為門，佢寫乜概念？得饒人處且饒人。哎呦，你先生嘿，哎呀。滿田也先生唔錯噶，佢自己冇帶到那要囤係啊，這件事情唔從假使講，你平常嘅生活地位度有按樣嘅建議嘅事做得。是專章畢業嘅，佢咩還從生意用，你當20歲，佢咩可能從開始社會歷練。哦，冇乜嘅歷練。對佢來講咩係學習啦。你第擺時專畢業就嚟搞捱到，都搞5年咧。可能係安尼啦，係啊。佢自己咩行到個學習啦。他說愛用上啦，冇馬上關啦。係啊。就他也想講，愛用咩迄種諄教誨。也是啦。咩係啦，互相體諒。也感謝佢。對啦，咩對安尼是以往迄個成法咩有動態進步。我想到兩句話嘛，就把往好處想。唔錯嘛，唔錯咧。對，好，加衝突嚟嘛，嗬。對，安尼唐先生嚟，分享。咁啊，嚟交流一下，探討一下家己創嘅樣板啊！誒，陳衛生總先生，大家好。好。今日主題呢，顯本線上。所謂線上呢，也包括特殊教育線上啦，你出學生個教育過程方面嘅線上啦，哈。今日5小時嘅歌詞啊，寫係。你讀小學嘅教書先生、教育先生啊，歌詞寫到一合切，一有意思，當好。至於從了羅山嗰部分啊，感恩多少幫你提供意見。雖然講你幾條歌呢度嚇，是先轉合，其他人全部當好，咁講本人有感覺多少小小嘅意見。因為從你呢度講唱歌嘅計，唱圖當好咧，歌圖當歌咧。咁講喊呢，為了你多少提出建議。第一，你歌嗰些冇寫本台上，我普通一般，你歌實際上有台上，有實際上秀美，你係我啲歌唱運動做到嘅嚇。第二方面呢，你唱歌從喺小學畢業期呢部分啊。你一隻詞當邏輯、當注意、當小心嚟唱，三邊用念一隻詞能夠過去。我哋關於講啊，美感個講啊，為說流暢度啊，要我感覺是冇按嘅嚇。呢方面嚟注意下。至於呢，聽一句這個美上嘅秀美，我感覺係。佢哋唔係講動作，攞美上嘅節拍，佢哋唔多難。呢啲我哋互相嘅談討，以後時我哋三個能夠唱到很好。好，安住佢，互相談討，係啊，對啊，我轉呢張小歌，佢又咪改編啊咧。好啊，很好。係啊，佢把執過嚟編啊咧，執過嚟唱。安子謝，謝謝。安子謝。我來撒下來，撒落去仲未整帶來三個字。來，彈開啦。
你真最好，新年好，对，按奖按奖。哎呀，按奖啊！按奖啊！哦，奖，讲，哎呦，就等两集啊！对，连泪史都穿出来了。黑毛哈，露出美腿。真的哈！哎呦，哎呀啊！今尾要分享的故事，迄团在你身上。哦，系一个老前辈，嘿，在运动线上。冲过的欣赏。嘿，因为我10公年个哈系一个公庙的会计嘛。哦，因为我冲到去庙那帮忙嘛。唱庙会。唔会啦。是因是个在运动线上，佢冲到一个因是个。苗片，佢甲爱hen呢，佢甲来闯故事嘛，是为聊天打招呼嘛，佢冇派一个人在跟爱跟闯嘛，是闯了款动啊，美珍，过来啊，过来教我唱山歌啊，我讲我唔跳诶，叫我个跳很美珍。是讲安样个歌呀？美珍啊，好啊，来呀，唔系冲啊！我係教人唱山歌啊。哦，咩用係咩嚟？即叫你吧，佢錯咗。我係要喊，我是會高興嘛。我講我唔要唱誒，叫唔怕啦，我教你啦，一記安教啦。我們那是我最先接觸到山歌。哦，那就是啟蒙老師。第一次接觸到山歌，係我們唱唔好嘛，反正一叫咧100、200、300、400，唱到安樣嘅，是慢慢的是會咧，是順嘅，是順嘅，不錯哦，以後哦哈，我繼續唱安樣嘅，慢慢的是接觸到安尼客家山歌勢安樣嘅。哦，後來咁係因為山歌班。後來慢慢的嘛。是我是為去山歌班，是係阿叔。哎呦，哦，佢所教嘅，這是算是第2位啟蒙老師，第1位是在運動線上，慢慢呢，然後就是一直到現在。所以你蠻感謝他的，對不對？感謝他，師傅領進門，沒有他我不會去學的，他一直跟來啊，來啦。那可能你那個廟的那個主神哈，一直牽引。保生公。哦，保生公牽引那個主神牽引，個老師阿屯哦，叫你一定要。高級升天嘞。對啊，所以就是你會永遠懷念他。懷念他。佢要傳承給他功夫。還沒往生的時候，咪唱得喜愛到個寶山鄉的那個老人會館，都係愛獻的唱歌啊，對。沒有帶娛樂本他搞就做嘅。你按做的繼續下去啊，很好的一個。繼續發揚佢嘅山歌精神。你一直講懷念啊，懷念，感恩在心。是，好 ，OK， 好，那唱完了來。江怡欣賞。好，基本美珍台在唱嘅山歌之後，上任非常嘅亮，所以從起來咧人民嘅動靜。不過上嚟本意而家建議就係，可能你習慣性所以唱嘅時間，你動用嘅意思啊，因為動詞單數到愛。好，譬如講第一句10個愛動，好，第二句走運動係先生嘅名嘛，哈，你就變成走運愛動。走運了愛動啦，錯嗎？好，就會習慣變成安樣型咯。你愛兩隻詞其實唔係意思哦，佢係有意思嘅哦。我愛你，我愛是東西，愛好兩隻詞。韓國聽一個認識哈，我除咗認識嘅詞，唔是看重音，因為佢係數體嘅音，認識和動用。你有一些些嘅任務嘅時間唔怕，你講法度未強用啊，唔是法度動念，上是用留白，咪係動講，好，所以當然可能係明顯，譬如講辛苦搞捱求進步，好，因為變成辛苦愛搞捱，同嗎？好，辛苦了愛那搞捱，好，同嗎？你就變成先生因為辛苦愛搞捱。
好，所以两张时可能韩版语从的些都在。小口组就係很係自家就嚟習慣，我相信阿永興構思嘅意思會很清楚，是嗎？好啦，啊也祝福你這個幸福美滿哈，謝謝，幸福美滿哈，這些來分享自家嘅故事。好嘞，沙下來，沙落去馬上面帶來平板。哇！咩叫暗會唱嗬？唱當好彈，咩要衝出自己嘅心上。係啊，佢感謝埋那位先生。感謝謝基國老師哦，謝基國先生也是我的啟蒙老師。哦，對。然後呢，在前一陣子啊，他有帶我們出去旅行啊。古界，嘿，對。安好啊！你旅行安好。對啊，對啊。要搞錢嘛？要啊，但是他帶我們出去玩。哦，你做導遊，對，一路上就是其實去搞個那巴士啊，沒，跟巴士的公司他不是開中油的巴士啊，沒錯，但是那天沒有了，沒啦，我們是包遊覽車，包遊覽車，對，我們去搞吹料，好像去搞市場。一路上啊，我們有一個同學哈，東偉講小法，他也是旅遊的那個導遊，對對對，一路上都講笑話給我們聽，對，所以我們在旅遊這一路上呢，就大家勤奮一，對對對，嘿，出去搞就輕鬆啊。這當導遊就是給要有這個專業領域，你就更加恰起個什麼吹料一樣，對，還有啦，在我們有過闖班啊，在成立2年的時間，然後就遇到瓶頸，對，就是說。就是差一點就結束了，然後呢，我就想說，我學了這個學了3個啊，然後都一般啲啊，半通俗一點，對，想說繼續來學下去，然後呢，我是自告奮勇，講我闖下去，對，然後呢，西上美動支持我哋玩哈，他就是說。學生不夠多啊，基本上都有學生未來停床啊，嘿，然後我都有經費是會打片過去，就是把這個歌唱班啊哈，就繼續的維持下去。對，所以我就很感謝謝老師。哦，學生不夠多。經費就冇啦啦，讓青年來丟就抽了丟一班，這樣有經費好拿喲。對呀，就班上又都有活動啊，基本會
就是赞助，对对对，很感谢老师。超越欣赏正经黑比后欣赏，对呀，对人呀，对客家文化传承正经不遗余力，对，传承这个客家文化，对，很好。对啊，很感谢。就像谢启国老师给同样啊，你们这个嘴巴里面永远的第一位老师就会跟赖比哈先生，嘴上挂着就是赖碧霞，不会忘本。没有赖碧霞老师，也没有谢启国老师，是就很使人尊敬的老师。对，是的。对啊，对啊。假规矩拜九桃嘛，对不对？是啊。不会蒙本那种。嘿呀，谢启国老师。赞，好的，从这来唱秋风欣赏，好，什么哈？你天师前的时候，如果观众朋友哈，今日你大家哈，談到家下你上面唱呢首歌曲哈，可能舞台經驗有較多嘅哈，今日呢首歌曲哈唱來哈，非常嘅人講嘅。當響應堂啊，關於講嘅很多迷人，那個聲音很迷人，嘅韻味啊，哈，然後你哋平板嘅啲嘅韻味哈，尤其哈，因為人哋係感謝人自家嘅歌唱班嘅先生哈，佢說唔從人家嘅歌詞當中就講，處於了嘅時節啦哈，一路向大家笑好好啊，人家嘅表情，韓國人家嘅歌詞啊呢，幾隻批落非常非常嘅好，你講哈。每三人從人生過程當中都會讀到先生，有啲先生會當惡，有啲先生會當好，嗬。咁惡嘅先生，你咪會記當記得嗬。咁當我鼓勵你嘅先生，你咪會當記得。我想你莫小姐可能讀到嘅就會當小口，要當我鼓勵嘅嗬。嗰時候你將會唱到暗好。什麼先生？對，感情出嘅，唱嘅出嘅感情。對啊，讀到好先生，就會有好嘅心情，還有學習的好東西啊，對哦。好，謝謝，唱得好哈，那希望你越來越好哈。勁唱勁好。OK，謝謝。好嚟沙下來。好，沙下來係李文芬，哎呦，帶來老山歌。彈過啦。唱佢咩唱三個半，然後上去彈戲嘛。童謠啊，諗喊我跳舞，喊我跳舞，都仲可以見到數就唱。對呀，氣色暗好。小鳳先生嘅清理開啊，今日開場點解同埋搞到吹爆嘛？上嘅鏡頭，知音從哪？秋長了。十條嘅彩水中啊，彩閃燈呢，愛聲音啊，跳過了人生啊，一場場啊。
好，你好，大家朋友，大家好，你好，来分享一下。欣赏嘅欣赏。讲到你做学生嘅时节，事情吼，讲唔得，讲唔得。你声音做学生，我做差唔多20年操。出到研究所咧。出到研究所。咁我头摆嘅打骂式教育嘅你就下，冇去記佢反叛，下反叛。所以哈，初中嘅時節，你該下師台，偷偷留校查看。怎麼偷偷留校查看？哎呦呀，學堂一塊。國中、初中嘅時節就偷偷留校查看。我該下該先生看到我就離婚費看到你就跳那度，乜解就提啫？乜嘅意思？身體清後體群，乜解全部提啫？哎呦，法也沒敗體啫。哎呦，哦，那這樣很屌哎！對啊，做嘛要留校查看？那這樣很厲害啊！對啊，大家抽煙，因為那個該下初中動煙嘛，動不動就記過啊。哦，該叛逆時期。對，哦，抽煙那被抓到，給走一天。那就大過小過又對啊，隨便功過沒辦法相抵，知道嗎？沒辦法相抵啊！這樣啊？那你唔係成績當好哎，成績也是名列前茅嗎？全體第一名啊！全部第一名。哎，哇，那這樣，所以先生講啊，李文輝看到應該就跳那桶，你唔係要啲樣嘅學生嘅。哦，他配骨咧，這很厲害咧，厲害啊，動靜都很厲害，建議。輕微高又輕微突出，青皮膚嗰種。有動好讀書，有動好教。哦，青皮膚嗰種。挺厲害嘅。我將話仲係聲嘢講，唔係冇唔中同係，快都大，係冇唔中同係學，真係。嗰陣我未衝過翹課哦，我翹課係轉移看書。哦，冇上一啲好高地步讀啊！學校操咧，乒乒乓乓，喺考試之前，我就翹課轉去看書。跟你啲阿爸阿媽也心目中是乖孩子。冇，咁講，我家下本學校本來可以出咧，結果我所以本來8大到腳中去來，擺下班唔會行路。修理，後來就順利畢業咧，樣樣，幾好的。過來就穿脫嘅半工半讀咧啦。哦，高中時期半工半讀。很進度嘅研究所，其實嘅兩隻先生下有印象，因為佢村里同人咧。全部都修呢，可能就跳那。係，我基本嘅嚟故事係寫比喻到個先生比喻到愛你係10條嘅呀。10條嘅，哦，10條，我都講10條，誒，頭擺個安尼好把行把，你家下冇按到橋啊，嗰個聲音啊嘛，咚咚咚咚咚，跳過街跳去，啊感覺嘅線上啲安尼嘅音聲當中吼，就從應該10條啊，小學、國中就冇錯，誒，佢在啦線上聊在線上，丟啲個線上嘅鏡頭，跳過安尼嘅音聲路，尤其人家都有研究所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研究，嘿，所以眼界冇強用。下有印象嘅就係個研究所嘅先生羅烈士，羅烈士，我係個羅鳳元啊，羅鳳元全部都強。應該咩？是有名嘅學者，我記得。佢哋課委會有幾個體會，因為佢對其實佢。實在非常厲害先生，不講你問到佢有關嘅客家嘅東西，你馬家就啲。咁要從三個，只通愛寫3個論文，佢係個3個知識很平愛下厲害。金曉松，佢簡白講，有限係聽愛學3個，咁個佢只通喺論文，真是哦，我準備學到奇怪，佢就會。對3個按了解、按침입。這好奇怪。有研究。真的，有一些老師。你都研究欣賞下用，我搞創國人，某一天親會創國。真的，我以前有個理論。出道到現在也碰過很多這個唱片製作人，有的製作人是真的不會唱歌。真的不會唱歌，但是他有那個理論，他講出來就還真的。理論佢咩彈得出有乜嘅問題？佢做得老人講那一片有問題。厲害哦！你就做欣賞啊。正經，佢就會當會引導喺度喺論本嚟樣辦寫。
非常厉害在身上。真的我蛮佩服他的，真的厉害。你看这好上海世界按优秀，哦，虽然个性较反叛的哈，但是你看多岁以后。还想要再精进自己，还会研究人哋客家嘅山歌、客家嘅文化。罗英老师也是哦，嘿，印象上面嘿，我爱没动心动呢。哎呀，继续下去啊，做下学弟。是啊，冲突嚟，唐嘅嘛。像魏生仲先生。頭先我哋分享到李先生啊，佢講佢特別是讀書各方面咧，好嘅也提議。陳獨體話提議，你一點能夠有本錢就可以讓人做了，表示講佢自然非常聰明了咧。至於講咧唱歌呢，上回來新園市場佢長路上講還有講，相親喜酒，含頭動態，喜新轉合各方面全部都好，難怪李文芬先生啊。在我哋農業大擂台啊，為年度嘅冠軍。今日呢個啊唱得相當係好。我哋非常佩服嗬，我係學習嘅，我咪都講廬山歌嗬，嚟唱廬山歌嚟嘅。其實冇乜好險嘅啦，非常係讚嗬，唔乜嘅樣樣提議，好啊提議，壞啊提議嚟。真，是吗？真的我反了。马该都会做到这个极致，厉害，佩服。兵都带 ，respect 啊 ，respect。衣服了，大家其实要加敢读书，又读书又赞，又差，真的。你在学识上、谈吐上就会有差，真的。嘿。好吧，他对你说罗哥，对，大家看着我知道，我会好好的努力。太尴尬好，等我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一定会努力的读书。好吧？哎呦，什么很欣赏？对，这个真的是要毅力，就是像有的人因为我稍微有点阅读障碍，真的呀。对我每次一看到诗语，我都衰啊。这可是硬的嘞，要他用个电子书，可能像你把书给也可以用。一样，就是差不多，就看一看，也大概就对。还是要编成音乐啊，用会记的。有的人他用记的，但是你记的东西方式冇可用。但比如说像我运动我运动，而且我和安家脱脂奶呢，我运动我就很有毅力啊。就是每一个人这个。大傻气氛呢，可以坚持的东西不一样。对，好吧。好啦。没关系，这个我会继续努力。总要有一样厉害，对不对？来，杀下来。你已经带了3个字。来，当然了。服衣裳啊！
今泰国好。迄种半后的，看来这糖乐懂有咩意思啊？哦，半后已经泰国清理开嘞。对咩啊？贴丝嗰种。对啊，迄种半后的有欣赏搞呀，你欣赏嗰啲人爸爸吧，对咩？欣赏也有搞啦，也欣赏佢搞嘅點會搞，吼，按嘢講。貼絲嘅女先生都最女好，最女好，係啊，咁樣係啊。我有需要愛練習啦，係啊，貼絲嘅東西佢喺辦愛動章、動站啊，佢辦人愛動準，所以人要發到貼到好。哦，對，動有節奏感，係節奏感愛動好。對啊，係啊。差不多嘟好啊用。係啊，就像我練 rap 一樣誒，你冇個節奏感，你根本念唔來。會唱鼠來寶。真的，那我就是念起來像鼠來寶。唔會啊。對。你有影風格啦。有哈，啊，今日兩條歌嘅獻本來位欣賞。係當感情係來人生欣賞。來人生欣賞。啊，其實係屬實佢哦，也嘟好，係個寫起需要也3個嘅。cái mi si à, ngày đầu bài ngày bà都寫其實cái發通全部ngày bà唱嘅啦，叫ngày bà冇材料後，cái hôm ngày唱ngày就唔曉唱，冇當會唱啦，嗰種ngày，本來就去cái潛在人真市場，去佢嘅觀摩佢嘅搞法，有ngày cái東西所曉本嚟，有奇怪呀，先生講舊山歌冇拉人共用啊，其實舊山歌愛人出嚟唱。哦，唱得我唔唱，唱得我唔唱。哦，佢冇空講，其實是講理論啊。哦，有我講理論，我要唐詩。有，哦，梗係冇當真傳世，但是係唐詩佢講嘛嘅東西。誒呀，當中係需要嘅東西。哦。如果我寫唐山歌、唐老太啊，唐山歌啊、唐到，一種嘅搞法冇共樣。哎呦，幫每藝就喺辦，佢喺辦，哎老師按到精英班。哦，精英班其實專門搞呀理論那個種係，好似班咧山歌班唔是專門係，來唱，大家是好唱歌啲啦。藝就可以學盡嘅東西。還有唱歌嘅學生嘅，個先生結構。其實我感覺啊，大家感覺咁樣係唔啲。我感覺我學堂上課，我希望先生講，我教我哋用文唱山歌，用文章做得唱得好，我入面我用文做其實教下啲東西，我哋讓學到下啲東西。對啊，咱認真欣賞咩真係個山歌嗰個理論啊，不過各方面唱也愛演嘅，全部都稱讚。也我認同。係啊，我們認同。我們認同。正嘅。好，來，唱題人。嚟唱尹先生。尹先生嚟。因為林太講唱嘅山歌字啊，其實楊辦講頭先嘅溫芬太過美語講吼，其實唱山歌吼。唔係聽愛唱嘅人就在做研究，因為山歌佢就係民間口頭嘅文學，好，所以其實就像走田洋啊，拍電影或者是影評人自己去演，不見得那麼好。但是他做的功課夠多，他就能夠說出其中的道理。其實客家山歌咪係強容，不講係在民間，最早嘅時間也就講到了係宮廷樂。好，包括弄到唐詩，其實用客家話念起來，那個韻味其實也是非常漂亮，甚至比念華語還要漂亮。好，所以其實我試過我試過，但是好像有的也不太一樣。要挑，要挑，對，要挑，所以其實早期沒有人講過，早期哈採戀愛宮廷的時候，很多這個裡面其中的宰相或者是文人，其實大部分可能有一些是客家人，不是我們自滿，而是它的裡面的一些逐字詞的歌調，其實是符合我們的音韻的，客家音韻的，對。那所以因為林太講伊從嘅咧山歌之處，完全符合人哋講民間文學嘅咧動眾嘅冇強容嘅為所吼，就係比如講人哋講好熱
日記就係7則詞，你最多日記就得創到13則詞。嚇，你當然頭先有講到，你愛對你係3個本身當了解，香港應該辦了，唔係講你應該辦了章就做得創出來，你係啲辦了那篇文戲那篇假詞，咁樣先幾條歌曲就唔會變成衝下去來創出來冇唱3個。好，所以當然你係人生嘅經歷豐富，香港你從3個嘅歌唱累積起來嘅。雖然你可能錯在兩篇來評分，談你都從3個，唔過你每天一定學習，係所以冇好讀書唔怕，做得談為講法為講嘅人學。這也是一個另外一種學習，對對對，所以我咪去到自家當幸福，從你愛嘅福氣講啊，愛嘅福氣咩親講，聽得按導人談3個學3個，咪係愛嘅福氣，是冇呢？對對對對，哦，教學相長，是啊，所以這個對啊，不一定要有讀書，但是至少在話語當中哈。能夠言之有物，對對對，讀書係一種方式啦，學習東西有青島嘅方式。對對對，好，安子先，多謝，新聞太高，對，好來，沙好來，沙來，來請人帶來片板，來躺下啦。兩位主持人好，你好。哎呀，咁樣要同人分享某個故事。係啊，我頭擺小學4年生嚟寫，50年前嘅時間。50年前哦，我讀4年生，嗰下讀書啊，嗬，喺當到嘅美元啊啲啊，美元係嘛？地上都是撿得到錢嘛哈？那是美國援助我們哦，美元嗰啲係當到牛奶啊，牛奶麵粉嘅條係哦，我到第二節下課，特班時要睇石桶嘅嗰牛奶好食哦，我嗰時要擺學到啥？我就讀書堂，同到5天窗，中醫嗎？識得到咧係啊，誒，部門一次。而家醫人檢查係講個大腸啊，結石嚇，結石係啊，是牛奶吃到牛嗎？大結也結石，結石啊，結石肚肚是出嚟啦，腸個肚肚啦，哇！唔同塞條褲落去肚哦，係咪？可能因為講跟牛奶裡面的鈣太多了，不曉得，可能石頭會鈣會累積起來。我個線上是實在讓我南門去個保健室，特別按到保健室，保健室對。哦，個線上咪嘟嘟哦，像你講視傳病一樣，哦，
上到老个邓老师啊，什么啦呀？嘿，什么先生？比嘟嘟样试转出来。哎，你讲下安排一点点，看到线上全部都过台。那，既然我南门是个保健室，我们听应该是我公司同我是个艺人，先就是个艺人。我去赵天讲叫啊，你唱嘟嘟的事啊。哎呦，我们是头唱西唱啊。哦，我个西唱前甜，真艰苦呢。是后不会写啊？是前面写。后不会写。后不会写啊。那个抬杠哎，个就下去。就下啦，哎呦，然後真流出來了，哎呦，我們要叫到下真，哎呦，好彩啊，係啊，你看人面相，你看又有個長壽眉，然後這個又有這個哈，長壽有錢員外虛，真的，一天是幫你啊，是幫你變妖怪。我天空啊！呀，你個人青菜哦，就越來越重誒。因為呢醫學發達嘛，跟後頭有救到呢。正經感謝嘅先生。我當感謝佢啊！不過你下嗰啲先生帶啲秘訣咧。哦，鹹菜啊，鹹菜。還有聯絡就出來。最起碼要72歲咯。哦，沒有他，沒有他，現在我們就看不到賴清源了。你也談不到賴構上。哎呦，這就大壽。你都冇辦法發揚客家文化。哦，感謝兩位先生。係啊，感謝鄧秀鳳。秀鳳先生，上老秀鳳先生，青春誒。我講各位身材差唔多就按高誒，錯。賴清源先生吼，清源先生自己本身要做宣傳師吼。講實在啦，感同身受，就講厲害做先生嘅人吼，真嘅冇咁簡單哦。文武行行都要全才，還要陪新人嚟教吼。講實在，家堂講細細時節嘅歌唱吼，這一本感觸當中，我相信吼，人家嘅經驗，跟厲害做嘅帶嘅條新人，像帶孫一樣嘅吼。佢說，我可能見來見後生呢。真件啊！真件，韓國吼，今比唱歌嘅吼，非常嘅強壯。變頭擺做比賽時節吼，佢唱歌嘅吼，佢彈起來吼，非常嘅人講會上癮、會扭癮。唔該唱歌嘅韻味吼，非常嘅好。我想可能也係因為有啲個話學校嘅啲個從頭尾唱三個半，然後上嘅彈係冇。同樣啊，嗱，喊我跳舞呢。喊我跳舞，古上看見後生。我也氣色暗好，個條強冇散氣。唔可見唱見後生喎，加油啊！謝謝秀鳳先生。秀鳳先生真厲害啊！而家開場啲嗰度係搞咗吹爆嘛？超牛嘅條。係啊，跟厲害當到後生嘅，尤其沙期太好嘅，一條嗰位學生嘅嗬，記得話嗬，出地識天天，跟乜嘅東西都唔啲，嘅快艇公路嘅人出一天開嗰位。圖片必看啦，叫老師你給我看圖片不過癮，跟人就要想辦法哦，就要攞佢哋必得體驗。我說佢哋有興趣啊用。係啊，跟我哋會政府嘅單位，吃了講，鄧老師，雲文雲武哦，跟那是不是你來幫我們社區也帶幾條各位幾節課嘅嗬？啊，本來就會沙期嘅媽媽嗬，你睇如果乜嘅北港州負責嘛，哦，佢就做辦嘅本佢就是。快睇咧，你喺度老人家吼，要種嚟食糯米魚啊。佢說吼，如果糯米嘅，你就要加到嘅蓬萊米；如果炸米嘅，你就要加到嘅蓬萊米。哎，有人佢就唔會，有的要跳硬，有的要跳軟咧。佢說我哋下吼，竟然係斜槓人生，如果搞唱歌嘅，如果搞講法，佢把做賣吹爆咧。竟然如果做吹爆，買個飯其實都上去食啦。哎呦，真嘅，大幫的先生。以後等於買秋風吹爆。秀鳳吹爆，然後都學學你係風季吹爆，風季吹爆咩做的咯？好，謝謝你的分享，多謝。謝謝。對啊，老師們雖然這只是一份工作，對啊，但是有的老師也很用心的，就灌溉。大部分的欣賞係真用心啊，真嘅，係啊。
或许会有一两个老师怪怪的啦，有这样的责任感呢，少部分我也听过很怪的老师，没有了，他少了，大部分还是很有责任感，对，有那个社会责任，大部分的老师一定都有这个责任感。好，第二两片的后，这个欣赏听头都黑了，是多谢了哈，安尼现场都要6位国术哈来创国文化大厅，分享一个故事，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还好创国的加了报名，加打电话来66667人6还有传真天发人117781231等台去打电话。好，我们要多谢呢辛苦的品珍先生，谢谢老师们，辛苦嘞。要不然有欣赏哈，什么6位好朋友，要不然有欣赏，小康老师，我去欣赏。教师节快乐！教师节快乐！还有片场的工作人员辛苦嘞！还有一个欢迎多谢。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吃饭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拜拜。